今仔日台股盘中有落超过200点，倒尾是收伫咧16288点，因那台票嘛变保落到32块4，创下7档来上歹绩效。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，若是真正起落伤大，央行会介入来调节，不过目前也是会放互市场来决定。美金指数继续起，过10个月阁徛107大关，互外资加大汇出来日头。新台票换美金初三盘中大到超过1角，尾盘伫央行进场调节之下，32.328换一美金作收，变达9点1分，创7年来新高了后，今日早盘进一步落破32.4块，上价变达超过1角，引起条件地位关心，央行是不是阻止继续变大？去年底到现在呢，我们新台币贬了5.01，那人民币呢是贬了5.04，日元贬了11.8，那韩元呢贬多少？6.99。所以说我们还不是贬最多的。我们不是，也要注意哦。美国那边联准会对于如果你调节的超过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它是会把你列为那个你主升的时候要买进美元，他比较介意。我要卖美元，那我要来逐贬，那这样的话他比较不介意。杨金龙表示，最近非美货币拢是出现变大的走势，若是用真哪的货币来看新台票，也是算是小可承担，不是上足的。新台票是不是变大，要尊重市场强势决定，并无杨金龙封锁。对台票继续动波，台股早盘大到超过200点，上计到16203点。所以台股大盘指数是毋是有机会重回万倍？杨金龙认为今年经济不如去年，股市哪会比去年较好呢？今年的经济成长不好，所以呢，我总觉得17000多点，怎么有可能今年的股市呢会比去年都还会高？因为升息都已经升息到那么，这个你也要小心。另外，说来去央行的货币政策到底是偏向缩减，也是放量，是不是甲近期反弹力头有关系？杨金龙表示，都会看不价甲 GDP 的表现。外界烦恼之处，通膨要来，伊认为拿出来去国际油价，阁冲到每桶100美金，主要国家通膨落来速度可能会放慢，时间阁较长。不过这一摆通膨不是算是持久性，是属于特殊性通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